即马伫拜登来甲大家绍介七爷八爷。谢范将军是中国信仰文化的一对神明，长子的是七爷，另乌的是八爷。有一段故事描述，两人因为押送的犯人伫半中途脱走，两人追条分路走蹙，并且约束伫一座桥会合。无长伫约束的时间到，雨亲像车窗倒，八爷较细汉，常常拄着淹大水不幸淹死，才有即马乌面的样貌。伫七爷富裕的时阵，知影痛失强伴，嘛伫当时决定调刀混迹，才有即马喙齿变长的形态。七爷银火签刻宝也是团棍连环，八爷翅膀白，手善发恶不宽待。